上帝的话记载在创世纪22章3到9节。创世纪22章3到9节。和本圣经在旧约圣经23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3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。于是2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！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2人同行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以上。现在我们请陈世林传道来讲道，他今天的题目是教会复兴7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各位兄弟平安，很高兴回来和大家一起敬拜上帝。因为敬拜上帝是祝福的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千代福。因为敬拜上帝的人，上帝要赐福给我们的子子孙孙，直到千代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在这一日，你们当欢喜快乐。请举起你祝福的手，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：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在这一日，你要欢喜快乐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在这一日，你要欢喜快乐。”陈建牧师上个礼拜打电话给我，谈了蛮久的时间，一直称赞我们迦南教会。我们如果抬眼一看，台前能够插这一盆花的人，在南部真的很少。我想在其他的教会也很少。我们的诗班那种和谐的声音，在其他教会也很少看见。所以陈建牧师他有一个向往，他说右昌教会有的迦南没有，迦南有的右昌教会没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迦南教会值得被称赞的地方。可是以陈建牧师的眼光来看，迦南的素质比较高，迦南是蛮有潜力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潜力不能再隐藏，这个潜力要马上爆发出来。《十字架与弹簧刀》的作者威克森牧师，他在1987年放下他一手创立的青年挑战团，只身单独一个人走进纽约最恶劣的时代广场。在这个之前，他曾经改变一个曼哈顿的黑道大哥。我们知道当时的黑道大哥、黑道人物都是拿弹簧刀的，可是威克斯牧师呢，他去改变他。这件事在整个的曼哈顿很有名，在纽约很有名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他看到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这个地方的黑暗，他把他创立那么久的青年挑战团放下来，又走进这个地方去。他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增长是重返教会，复兴是生命的改变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时代广场因为威克森牧师走进去之后，不久真的改变了。今天我要跟
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，因为我们教会的复兴时刻已经来临，你知道吗？你注意到吗？我们迦南教会复兴的时刻已经来临，可是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请跟你旁边的前路主任说，迦南复兴的时刻已经来临。迦南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希望我们一定不要犹豫，一定要先准备好。中国有一句古谚说：“开门7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这7件事是一般百姓生活的7项民生用品。今天我不是要谈民生用品，虽然目前台湾有钱人吃不到好东西啊，因为出去都很怕，对不对？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甚至宵夜，真的有钱怕吃到那些不好的东西。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上帝对台湾的惩罚，所以在这个惩罚之中，必须带来复兴的时刻。可是复兴的时刻也因此而来临。今天我要借用柴米油盐酱醋茶来提醒大家，我们要准备复兴了，我们的教会就要复兴了。通过复兴的必备条件，我们要如何善用圣经里面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？可能你有听过，增长不一定带出复兴，但复兴一定带出增长。现在台湾我们看到的许多教会的增长，从表面上明显的可以看出来，可是只是 ABC 型的增长。什么叫做 ABC 型的增长？ A 就是 attendance， 聚会的人数增加了。 B 是 building， 是建筑物教堂扩大了，建高了。 C 是 cash， 就是奉献增加了，银行有大笔的存款。可是那是不是你所想象的灵命的复兴呢？是不是呢？我们看见了，这真是增长，但不是真的复兴。我们期望看到的是真的复兴与增长。复兴的教会必须坚决执行耶稣的大使命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以及大诫命，彼此相爱。今天我们的旁边还有空位的，我们的圣歌队席还有空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的责任？还是只有牧师长老的责任？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可见我们的复兴刚要开始，我们要让这些座位坐满，并且不仅2场、3场、5场、7场，甚至10场的礼拜要在这边进行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信心。教会要复兴，必须要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，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我们的福音使命一直没有发挥出来。有人调查，许多看得见的增长，主要是转会增长，从小教会转到大教会。我们太羡慕那些大多人的教会，但我们更要注意灵命扎实的复兴。这样的复兴对个人、对教会有莫大的益处，因为基督徒侍奉主，生命是最重要的。然而，欧一文牧师说，复兴的火是用眼泪点燃的。复兴的火是用眼泪点燃的。诗篇126篇5节6节，我们都很清楚的。我们一起来念这2节经文。来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复兴的火需要柴去让火点燃，那么这个柴也是有形的，也是无形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准备好火跟柴。今天的经文是上帝要亚伯拉罕带着独生子
献给他。亚伯拉罕几个动作我们要特别注意。首先是第3节的清早，他清早就起来，一大清早就劈好柴，他什么都准备好，就是要敬拜上帝。这是复兴的精神。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敬拜上帝，不是只有礼拜天才来敬拜上帝，而且都要趁早来准备敬拜主。我们自己问一下，我每天清早起来有敬拜主吗？我准备做什么？第二个是他排除所有敬拜神的障碍。第5节说，他留下仆人亚伯拉罕，他思考很周密，他预料如果我要献上儿子的时候，仆人可能会上来，因为有人情上的干预阻扰，因此他把这些可能的阻碍都放在山下。这个也是复兴的精神。今天许多的信徒经常忘记了计划事情时，经常忘记了要为上帝将时间分别为圣。无论什么计划，要记得敬拜神，把你身边所有的障碍全部除掉。不这样的话，你不能够安心的去献祭。财就是建立祭坛，财就是我们要每天建立祭坛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清早起来就准备好，排除一切障碍，要把儿子献给上帝。在罗马书第12章1节到第2节，保罗劝勉我们要献上自己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预备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改变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段经文里面，保罗讲到圣洁，保罗讲到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的主要观点在于圣灵是那个动力。如果没有圣灵，如何达到圣洁？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，如何能够查验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呢？所以今天一定要圣灵充满。今天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比较要重视的就是你要圣洁。圣就是把它分别出来，圣洁就是你不但要分别自己出来，还要自己追求到洁净的程度，因为非圣洁人不能见上帝啊。保罗劝勉提摩太要自洁，因为自洁才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准备好柴，把自己建立的祭坛都放好，把柴摆好，要准备燃烧的时候，这个圣洁是很重要的，是复兴的第一步。有人问加拿大民众教会的史密斯老牧师说，要如何才能使教会复兴？他想了一下，他回答说，每个基督徒在为自己花钱之前，先为神国做点投资。每个基督徒在为自己花钱之前，先为神国做点投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告诉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，在花钱之前，请为神国做投资。在花钱之前，请为神国做投资。为神的国做投资，是在你想要买东西的时候，买很漂亮的衣服的时候，买汽车、买房子的时候，请你都要先注意，你要为神的国做一点投资。各位兄姐，我们在花点出节，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这一点，我相信复兴要从你开始。第二点是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。
利未记第6章12节、13节是上帝命令摩西每天在祭坛上的放木材燃烧，不要让它熄灭，因为随时都要献祭。准备好柴就是要献祭了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祭坛的火熄灭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一天打鱼3天晒网啊！很多基督徒一天读圣经就以为很了不起了，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子，我们一定要天天读。那么要献上的祭，包括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等等。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每天的祭坛，包括你的颂赞、你的读经、祷告、灵修、默想神的话，都不可停止。这个就是你每天的祭坛。你每天的祭坛就是要做这些。你的生活无论在职场、在教会、在任何圈子里，都可以服侍上帝、服侍人，都是在荣神益人。火不熄灭，就是要将准备好的柴不断的添加上去，添加在祭坛上，而且很重要的是，每天就要从清晨开始，从清早开始，并且除去一切障碍物，来建立你的祭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把祭坛建立好了？请你要每天是建立自己的祭坛。祭坛在祭坛上必须要谨慎的是，我们献祭给上帝，在祭坛上很重要的是，就是要献上圣火，不要献上凡火。圣火是圣洁的，动机只有为耶稣基督而做，为回应上帝的恩典而服侍。凡火是带着不正的动机、私心、目的，带着这些来做的都是凡火。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第6章第3、第5、第16节所看到的，施舍是故意让人家看见，祷告故意让人家看见，禁食故意叫人家知道，这样都是为了得到人的赞美。可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这样做，因为当你献上圣火的时候，神是在暗中查看的神，他会把真正的赏赐赐给你。各位兄姐，我们今天要反省我们的服事的态度，我们服事的心态是什么？我们要献的祭一定是圣火，而不是凡火。所以，请你要每天献上圣火。香港有一个亚洲福音协会，他是专门进出大陆在工作的一群牧师。那么，一位已经超过60岁的老牧师、老宣教师，有一次还带了20-30个年轻的同工要进去大陆。很多的其他的牧师就告诉他，问他说：“就让他们自己进进出出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你亲自来带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能够掉以轻心。这是为上帝所献上的，我必须亲自来带领他们进去，带领他们回来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位老牧师真的是让我们佩服，他一定要亲自去做，带领这些同工，训练他们平安的进去，平安的回来。南崁教会附近有一个80岁的吴天宝牧师去开拓，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。80岁还在开拓，我们的年龄将近70岁，可是我们还要继续开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长老教会的精神。吴天宝牧师是我们传道人一生的目标的榜样。80岁还在开拓，那种精神是什么精神？就是他一生都要献上圣火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还有什么柴？还有抽出来的一根柴，叫做釜底抽薪呢。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1到第4节这一段圣经
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天使指给撒迦利亚看，说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，与他作对。再往下，耶和华向撒旦说：“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，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”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：“你们要去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”又对耶稣亚说：“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”约书亚这位大祭司虽然有罪，撒旦这个控告者，撒旦的本名就是控告者，就是撒谎者，在上帝面前控告他说这个人不值得，不配。但是上帝说：“我要用他，你给我闭嘴。”所以他就差遣天使把他的脏的衣服换去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都很圣洁了，我们都是很肮脏的啦，没有一个是圣洁。可是上帝却愿意脱去我们脏的衣服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若愿意脱离罪恶，决心被上帝所用，则神已经脱掉我们罪恶的脏衣服，给我们换上华衣和冠冕，就像大祭司耶稣亚一样。他虽然被魔鬼控告，他是罪恶深重的人，不配被神所用，可是神高兴用他，把他从毁灭当中救出来，预备做更大的用途。上个礼拜的陈建牧师，他曾经在台南神学院教过书啊。2000年，大概是2000年或是1999年，他带领的右商教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，没有办法往前冲了，200多人，他认为已经是一个瓶颈。那个时候，他被陈世庆牧师把他邀请一起去韩国。那么他去的时候，他坐在那边，上面在讲圣灵，他说圣灵，我在神学院教的啦，不要跟我讲圣灵啊。那么第二天讲圣灵，他是翘着腿哦。那这样子去1次2次，到第3年他才被圣灵抓到哦。他被圣灵抓到的时候是很糗的，我很希望他以后有机会来讲，自己讲给你们听啊！不然我在这边讲好像是在求他哈。那真的是神要用他，神让他知道你是罪人，神让他知道说你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往上爬了，所以圣灵那时候抓住他，就直接的充满他，让他讲灵语讲了1天，讲1天哦，连睡觉都在讲。然后右昌教会就开始往上跳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预备你自己，神要把你拉出来，让你做更大的用途。请告诉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，神会让你做更大的用途。来，神会让你做更大的用途。我们是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神从湖底抽薪，把我们抽出来，预备为他所用。神要用我们，在我们身上兴起7种的火热。第一个的火热是同行的火热，就像路加福音24章32节，复活节刚过，我们大概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。葛留巴是门徒之一啊，他梦破碎了，心灰意冷，要回他的故乡，可是没有想到在归途中却遇到耶稣与他同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遇见神吗？你没有遇见神，就不会有火热了。遇见神的人，就像一个被火重新点燃的人。所以葛留巴跟他的这位同伴，在以马忤斯的地方看到了耶稣之后，才发现说：哎呀，耶稣一路与我们同行。所以破碎的梦重新被建立，要熄的火重新被点燃。
就开始成就他人生的美梦。我们相信，在约帕、沙伦这一代的教会，就是葛留巴和他的同伴去建立的。我们的人生要邀请耶稣同行，我们邀请耶稣常与我们同行，火热一定不会停止。第二个是真道的火。使徒行传第18章25节讲到亚波罗他只知道约翰的洗，他不晓得耶稣奉父子圣灵的名的洗，不晓得。可是他知道听到耶稣的教训之后，他心里火热，到处传扬、讲论、教导。我们要学习亚波罗，要有宣扬真道的火热。第三个是服事的火热。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，保罗劝勉信徒要有服事的殷勤，不可偷懒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当长老、当执事，我就很热忱的在做神的事工。可是你退任下来，你照样要做热心的去做神的事工，因为神的事工是一生的事工，要经常保持一颗服事的心，服事的火热。那么，可是要如何才能够保持这一颗火热的心呢？就是你要经常去思考，我是怎么被神抽出来的，我是怎么经历神的，并且你要经常献上感恩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服事的火就不会熄灭。当你服事的时候，就是被祝福的时候。第四个是悔改的火热。哥林多后书7章11节，许多的哥林多信徒为罪懊恼自责，热心的去悔改，不是去批判别人，而是常常审查自己，因为常存着悔改的心，驱使自己过圣洁的生活，就会被神使用。第五个是信心的火热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22节说到，信心是会感染的。一位弟兄的信心火热，会感染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火热起来。我们要注意的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弟兄的时候，是包括姐妹的，所以他没有讲姐妹啊，他讲弟兄，各位弟兄，亲爱的弟兄，就是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的整个的信心要被火热起来。50年前，台湾教会100周年备家运动的时候，台湾有2个姓黄的牧师，因为叫双黄嘛，所以大家都说他们2个很会唱双黄，一北一南的。一北在北部是黄武东牧师啦，武东牧师，武东武西啦哈，所以武东啦哈。另外是台南神学院的院长黄章辉牧师，这2个很奇特的人物，我年轻的时候都见过的。他们2个人唱双簧，让整个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真的倍增。南部还有一位牧师叫做苏天明牧师，新兴教会长老教会的牧师，那真的是非常用心啊。那也是我小时候的教会的牧师，他让整个高雄中会，当时高雄中会是一个教会，整个倍增的情况，而不只是倍增到后来高雄中会分成3个中会才停止，就是寿山高雄中会、屏东中会，当时都是一个中会。上帝让他们的信心去看见台湾整个要倍增。今年是150周年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失望啊！我告诉大家，我们是很失望。所以我们的总会又说要延长到5年啊，2020年，整个的复兴才要开始。因为发现说复兴的火好像没有燃起来啊，信心不足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，我的会籍是在迦南教会哦，我也是跟你们一样的，我们要一起迎接复兴的火，信心的火要被火热起来。这是哥林多后书第8章22节保罗说的。第6个是奉献的火要被火热。哥林多
后书9章第2节，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不差，哥林多教会的奉献更火热，因此激励了更多人为许多教会的事工热心的奉献。加利利祷告院原来是长老教会的陈坤生牧师在那边当祷告院院长，当初缺5000万，5000万要从哪里来？5000万不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信徒奉献的，5000万是有一位其他教派的姐妹奉献的。他去加利利祷告院说还缺5000万了，哇，被追得很急哦。陈坤生牧师那时候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他说：“陈牧师，我奉献5000万。”那听了就快昏倒。奉献的火就在这个姐妹身上发生了。他不仅这样子，他的儿子读逢甲大学土木系，他还叫他儿子说：“你去那个加利利祷告院，把所有的水道、排水沟什么都整理好。”把它画好图，让他们好好去整理，就这样子，他们就做的，他去做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之后怎么样？连这位儿子都献身，现在当牧师了。奉献的火激励，真的让我们会跟着一起激励起来。台南神学院在建校的时候，当时需要30万两银子。那个是算银子算两的。米底里牧师后来成为台南神学院的副院长。米底里牧师年轻的时候，他在台湾奉献他一生了。我们教会的邱觉生牧师后来去英国还看到他。他到万丹，屏东的万丹去募款。他进去的时候，那个牧师带他去，他看到那个万丹那个长老很有钱啊。责备那些偷懒的工人说：“怎么现在就在休息？还没有到12点，你们在休息？天得很热啊！”这个一进门，那个时候台湾的电灯还不是很平民化的，都是点小小的5烛光的电灯。可是全家都点油灯，那油灯在那个墙壁上。他就这边骂了，那个油灯的芯怎么不剪短一点？因为油灯的芯太长，油就会耗得更凶，对不对？那油灯的芯怎么不剪短一点？哇，那个使女就赶快很站进了。米底里牧师就讲说：“糟糕了，怎么这么严厉的长老？哇，这个要募到钱一定很难啦。”然后去的时候呢，进了他家他泡茶。那个米底里牧师外国人然后应该是大杯的茶奉上来才对啊。结果呢，泡好茶一小杯，喝下去哇，又这么苦啊！苦说哇，那这个实在是太过当生吧啊！他们走了那么大热天，只喝一点点水。可是后来他们说明来意之后，那个牧师说：“长老。”你看，你能够为台南神学院奉献多少钱？总共的建筑的钱大概是30万两银子，他就写下来2万两。米底里牧师看了，简直要昏倒，2万两呢，2万纽银呢，哇！感谢神，没有想到外表是这样的一位长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奉献的火要火热起来。最后一个是提摩太后书1章6节讲的恩赐的火。恩赐的火，同样是借着每天你与圣灵交通同行才能够做到的，因为膏油会漏掉，膏油会生花，所以每天都要求圣灵来补充你的膏油。每天有圣灵的恩赐，就可以帮助别人，帮助自己，上帝得到荣耀，教会更为兴旺。从我的身上，你们看到圣灵的奇妙。我从年轻的时候，我是先天性的，就是由我家族遗传的风湿症。每变天的时候，
那问我的师母就很清楚，我是2只手是酸的快掉下来，可是我被圣灵充满，每天跟圣灵用灵语祷告，圣灵的意志就一直完整了。应该年老的时候，我还差1、2岁就70岁，是身体越糟才对，可是没有。30几年的 B 型肝炎，2次已经通过医生的证书，已经完全被医治。我的手跌倒的时候，那一年大家都知道了，短了9公分，现在2只手一样长。圣灵的医治都没有吃什么药，都没有。圣灵的医治是非常奇妙的。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先帮助你，然后会帮助别人。你是圣灵要使用的人，你是釜底抽薪留下的一根柴，你是神所预备的，神要叫你穿上华衣，赐福你的服事。香港同福会的何志礼牧师，他讲的他的经历，2010年我听他的见证，真的是吓一跳。他的教会凭着他的毅力努力，冲到400多人，然后继续往上到700多人。可是从此就不行了，人的智慧真的是到有限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，不要靠自己了。他想到那个阿根廷哦，有那个圣灵充满的大会，他就从香港坐飞机到阿根廷哦，坐1、2天到阿根廷。到阿根廷的时候，那些牧师，阿根廷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大复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他一周有600万人悔改归主，所以阿根廷的复兴到现在还是一样。所以他去阿根廷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圣灵充满的场面，整个的大的这个体育馆里面坐满的人，都是牧师啊，都是传道人。然后第一天去呢，他就是看到很多的牧师在那边追求圣灵充满，可是没有。后来有一位老牧师上台说：“你们需要被圣灵充满的，请上台。”你看全场几千人，只有3个人敢上台啊。那个牧师很奇怪，他说：“好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有没有准备啊？”他们说有。哦，然后每一个牧师上去的牧师都是200、300磅，大概150公斤左右。他说：“好，圣灵给你。”就这样子比一下，那个牧师就倒下去了。哇！后面2个牧师就赶快把他接起来。然后呢，第2个都会说：“你要圣灵吗？”他说：“是，要圣灵。”好，圣灵给你，手一比，第2个又倒下去，第3个也这样倒下去了。这个何牧师在讲说：“哪有这样子给圣灵的？圣灵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我最懂啊。然后是这样子的。”然后他就回去就一直摇头了，回到宿舍摇头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哦，没有想到阿根廷的圣灵是这样子的。安哥林的这安卡罗牧师，在2012年来的时候，我遇见他，哦，啊，他是另外一种方式。那就后来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要圣灵啊，没有圣灵，我这个怎么回去教会交代啊？”哦，所以最后一个晚上，那因为隔天就要大家早上完毕就要打包回家的。最后一天晚上，因为有一个老牧师上来了，哇！他说：“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的同工，你们需要圣灵的，请举手。”全场5000多人都举手。他说：“好吧，我就祈求圣灵给你们，然后就像耶稣一样，就对着麦克风吹一口气。”何牧师呢，他上面是秃头的了哈，然后他这边头发比较长，他就发觉他的头发是这样飘起来的，啊，飘起来，然后奇怪啊。他是相当理智的，他就看啊，哪里有什么冷气机的风口有没有？看了老半天，没有啊。哦，那个体育馆离得好高啊，怎么有呢？然后那个台上的牧师又问第2次：“你们需要圣灵充满的，请再举一次手。”他又很毅然决然的举手。然后那个台上的牧师说：“好吧，我请求圣灵给你们。”都吹了一口气，他那个头发照样飘起来，比刚刚飘得更高了，然后就被圣灵充满了，
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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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就开始他们跳啊讲啊，就开始跳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听了一定说啊，那个陈传道在讲仙果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他回去之后呢，跳了一整晚了，隔天很喜乐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你如果打开网络，你就可以看到，现在教会已经7000多人了。人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，只有圣灵是无限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恩赐的火热会再一次的加给你，如果你愿意被圣灵充满。最后一个就是要把武器当柴烧，对自己灵命没有用的都要拿来当柴烧。以西结书39章第9节这样说：那时候以色列各城的居民必要出来，把武器当柴烧，就是大小的盾牌、弓箭、枪矛都当柴烧，足有7年的时间。哇呀，这真是一段让人向往、欣喜、期待的长期的和平的日子来到了。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日子？就是要把不好的都烧掉。盾牌，你可以看成是人保护自己的措施。也许你受过伤害，所以你来到教会，你还经常提着盾牌啊去提防人，无法与人有亲密的交通，所以你就用盾牌去设防。弓箭就是长距离攻击性的武器，可是在背后对人的毁谤攻击。枪矛是短距离的，那么这些都要放下来。在人际之间，在教会里面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，所以要把你的不好的都放下来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30节到32也劝勉我们，要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苦毒，就是长期的怨恨，拒绝和好的那种意念，毁谤就是侮辱每一个人的那种言语，不饶恕的观念都要把它烧掉。这些有害的都要烧掉，我们个人就复兴了，教会也就复兴了。刚刚我们谈到欧一文牧师曾经说，复兴的火是用眼泪点燃的。诗篇126篇第6节告诉我们，那流泪撒种的常常是欢呼收割者。复兴的火热必须付出行动跟代价，不是只有说我有呼召、我有呼召、我有意向就可以了。我们知道，复兴的火必须要有圣灵。像哥林多后书第2章、前书第2章11节到15节告诉我们，向属灵的事，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。我希望牧者、同工都要好好读这一段圣经。你没有属灵，你如何去解释属灵的事呢？你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如何去解释圣灵的事呢？不要骗人啊！要好好去读这段圣经，因为你要用付出。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就以生命付出你的行动代价。耶稣在马太25章29节鼓励我们：凡有的要加给他们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。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告。最后，我用一个故事来勉励大家。以前有一个秀才，自以为很了不起，他每天读书看不起那些樵夫，可是有一个樵夫从山上跳着踩下来，他说：“秀才，我给你出个题目吧，你去对一对下联。”他说：“哪个题目啊？”他说：“此木为柴三三出。”此木就是柴嘛，此木为柴三三出。这个秀才一生一直想，从黑头发想到白头发，想到他的孙子问他说：“阿公，啊，你的头发怎么越来越白？”他说：“很奇怪，对不出来嘞。”后来有一天呢，看傍晚上坐在那个小山坡上，还在思考这个问题：此木为柴三三出，如何去对呢？突然间看到那个烟袅袅的这样子的飘上来，哦，萤火成烟细细多，终于对上来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要借这故事来呼吁我们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是大山小山的柴，把你的柴准备好，让神来使用，并且你每天都要把
柴献在祭坛上，让你的祭坛的火不熄灭，让燃烧在祭坛的烟天天的多起来。世界救世军创办人卜威廉将军他要过世的时候，这些其他的将军们站在他的床前，问卜威廉将军说：“请问你有什么遗言？”大家很着急，在等他的遗言。他讲了2个字：“山火。”山火讲完就过世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了教会的复兴，我们今天一起起来山火吧！迦南教会要复兴，从我开始，请大家一起来说：迦南教会要复兴，从我开始。好像信心不太够呢，大声一点，预备来！迦南教会要复兴，从我开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山火吧！这回来会会啦，这回来会啦，会倒起来，会淹起来，不然的话怎么复兴？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山火吧！一起来说来，我们一起来山火吧！愿上帝赐福给你一生复兴不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在你的世界里面，你是带领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在升天的时候，你走的时候之前，你就告诉我们：我虽然离你们而去，可是我把圣灵赐给你们。就像约翰14章16节所说的，圣灵要天天与你们永远同在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你虽然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可是你留下圣灵给我们。圣灵，我们恳求您来复兴我们教会，让我们一起起来建立好自己的祭坛，并且一起来山火，让旁边的火柴全部都燃烧起来，让这个复兴就从迦南教会开始。主，你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主。孩子的祈求祷告不配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